世界盃卒之踢完啦，咁啊最後一場咧就係阿根廷對西班牙。咁我事前已經喺 post 話我自己咧就想啦，唔係話覺得係想西班牙贏，咁啊最終咧都成功咗啦。咁咧就其實上一屆咧我就中意阿根廷多過法國嘅，咁但係今屆咧阿根廷咧就即係個感覺俾人就麻麻地啦，咁亦都喺埃及嗰場啊有啲神奇哨子話過佢啦。咁其實咧我本來咧諗住最後一場咧眼瞓睇，點知係最後都係瞓着咗，咁就變咗成100幾場咧，我一場都冇認真睇過晒。咁啊，我覺得阿根廷今年真係麻麻地啦，仲要出手有球員就同西班牙球員爭執啦。咁啊，總之咧係大家重回正軌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賺到定蝕咗錢啊？最好就唔好睇波啦，純粹睇波啦。咁咧就要講單香港新聞啦。咁啊，大家都知道筲箕灣咧嗰度咧就爆水喉，咁啊爆完又爆啊！咁咧，琴日咧就筲箕灣道咧同埋新城街嗰度嗰個位置咧，就一條地下水管，450毫米食水管啊！飲水食水嗰啲啊最麻煩。咁啊搞到咧啲居民咧筲箕灣同埋西灣河嗰啲屋企又食唔到，即係煮唔到飯啦。咁啊落街咧啲餐廳都好麻煩。咁啊應該有成1萬戶咧受影響。咁原本咧水務署咧就話今日咧20號朝頭早咧，即係踢緊世界盃，差唔多踢完嘅時候咧，就應該咧啲水搞掂啦。咁但係咧去到今朝咧7:35咧，水務署就話呢啲喉管接駁位置又出現滲漏情況，咁啊又全力搶修，搞。咁啊當然啦，前線工人就好辛苦嘅，即係公道啲講句。咁去到中午咧12點鐘嘅時候咧，水務署就話咧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就搞掂啦。咁啊變咗筲箕灣嗰頭咧，包括筲箕灣道同埋筲箕灣東大街嘅食水咧，已經喺上晝11點開始咧就慢慢陸續恢復。咁啊你知啦，即係屋企冇飯食啫，樓下都有冇飯食咧？咁筲箕灣東大街嗰邊嘅食肆負責人就話咧，朝頭早已經冇水啦，咁啊直到11點先開始有水咧，佢哋先可以慢慢開業。咁啊至於水務署嗰個 Facebook 專頁咧，叫做咩啊？迪色仔就話咧，明華大廈嗰邊咧，因為地勢較高，或者金華街入邊咧個供水端嘅末端咧，可能要比較後啲嘅時間咧，先可以恢復到供水。工程人員咧就全力跟進。咁由於咧食水恢復時間咧，有機會有比較多嘅空氣入咗去而形成大量氣泡，可能咧初期嘅時候會有啲奶白色啊，或者出現咧稍為混濁嘅情況係正常㗎，大家唔使驚啊。建議咧即係住戶或者啲食肆用戶咧，先移除咗水龍頭個格嗰個掣啊，嗰個 filter 啦，持續開啟水龍頭幾分鐘，等啲水咧恢復翻清澈先裝翻個 filter 落去。另外咧，可以讓食水咧喺呢個容器入邊靜止一陣，等啲氣泡散咗之後先用翻啲水咁樣。咁啊，水務署話咧，今朝早咧工作團隊咧喺今日紅雨啊嘛，喺惡劣天氣下進行搶修，而相關後邊咧一啲地下公共設施令到咧嗰個維修工程係複雜同埋需時，咁係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咧都唔會怪啲前線人員，怪都係怪即係上面啲管理點樣處理嘅啫。水務署亦都話咧會繼續提供臨時供水點，並密切咧監察狀況，確保有足夠嘅水車同埋水箱，直到咧用戶嘅食水供應係恢復正常，同埋咧繼續同呢個東區民政事務處、區議員同埋關愛隊緊密聯繫，為受影響嘅市民提供適切嘅支援。真係復足有嚟，上一回就西環，今一轉咧就筲箕灣，真係唔知下一轉係點啦。咁但係我又唔知佢哋換水管嗰個時間係咪可以快少少啦。咁如果唔係咧，哇！你一爆起上嚟咧，都即係你寧願換咗佢好過就爆咧。緊急維修又對前線壓力又大，對食肆對住戶嘅影響又多，即係百利而無一害。咁當然啦，係樣樣都要有 plan 我知，咁但係唔知佢哋水務署個計劃啦。好，今日就講呢單新聞，講住咁多先，下條片再見，拜拜。